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嘅节目。大家有发现冇？哦，都偷白用30年前、40年前，大家看电视是要上台好看，看报纸可能是一件2件报紙好看。不過媒體發展到呢一下，其實人類日常嘅已經看電視咧，大家都看手機、看電腦，啊看冇用嘅節目就咧透過冇用嘅平台，又冇自己在看報紙咧，又冇就看書咧，大家都看電子書，係冇是電子新聞。你基本上強調而家非常自清嘅媒體人咯，要40年以上嘅經驗，請佢來到節目地度咧，特別來到大家嘅分享，一條媒體嘅故事。咁但係安樣佢也係一個作家，當然帶了佢嘅新書啦，大家嘅分享，佢係馬莎咧，佢係理解自清媒體人何來每先生分享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聽眾好，我係來自苗栗客家莊何來面，我從事新聞工作40多年，今日十分歡喜，我同來賓觀眾的分享。真嘅分享哈，其實我是第一次看到何大哥，對不對？公司開發對我來講，真的就是大前輩，所以我唔係做新聞誒，唔過你真的就會我們媒體界的大前輩。到現在，我說佢做的分享嘅故事，真的係青島，對不對？因為你看你經歷了某 Q 嘅時代，對，然後某 Q 媒體嘅發展，真的變化很大。唔過呢，啲節目一開始因為佢客家話清好，啲故事青島，真的是可以說是這個也身經百戰。不過啊，要來考試一下，看你啲肉骨鯰魚冇？記唔記肉骨鯰魚係乜嘅？和大家幫我們念一下。絲係門樓，樹係鑊。一係唔係你鐵100糖多？鐵100糖多。真勁哈！蠻拗口的。蠻拗口的。因為啲好睇過佢講哦，佢做啲全部用客家話來講故也好，講乜嘅故事全部都做的。故事就靠他愛用嘅肉骨鯰魚吼，跟你啲你係乜意思冇？也就講係絲係門樓咪嚇，就講當然講樹上問題啦嚇，客家人全部都要按照排流嘛，要同好咪嗬，嗰副架空到樹，對，客家人啊耕讀傳家，等人終身好子，兩件事讀書耕田。你講嘅係講真件錢唔可以講，你講就挺麻煩。其實就會講，其實公司開發，就像你講的，客家人其實要告訴別人，我們要識字，因為你要識字，你要了解，你就講啲書嘅內容係乜嘅，你知道對後期很多某種嘅東西，對不對？因為以前嘅人公司開發嘅。在大概比如1950年代，那時候能夠念到國小就很厲害了，對不對？能夠學字，或者要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會講，絲係門樓，樹係鑊，就會說我們要一起來識字。他跟你會知道講，哇，現在大家都識字了，唔過公司台灣就會以前跟你留下來嘅，按用嘅肉骨鯰魚同大家講，按用嘅蔥油性，好，按用基本有算到學到一級。新嘅肉骨鯰魚有吼，迄個嘢下嘅聲音吼，無想下次嘅時節同你下啲肉骨鯰魚同佢分享，安就做得，也就會見面嘅肉骨鯰魚。沙來講嘛嘅咧，其實做啲講嘅故事鐵道咧吼。我們先來講一下，今日做啲談到後堂嘅故事以外，其實要同大家嚟寫給你嘅新書，對不對？我手中這一本，還有我這邊這一本，都是這一次我們何大哥帶來的新書。有幾年了啦，不過也算是很新的作品。3年2年啦。嘿，不過很算係輕型嘅作品。今日有按用嘅時間，加機會同大家講一下書嘅內容係乜嘅，有乜嘅精彩嘅故事就嚟講。不過一開始我就講，佢係親子情嘅媒體人。對，大哥你要分享一下，你從聯合報到現在多少年了？當時為什麼可以進到大家都哇？夢想的有沒有幻想的？那時候最大的一個紙媒一個報社，那時候在報社上班當記者不得了哎。我喺安尼，雖然我唔係讀新聞嗬，我講嘢冇學到，我喺問嘢我喺郭台銘嘅學題啊，我喺總結係在畢業嘅嗬，後尾冇想到我會做新聞記者。我喺尾我退伍，講我一批總管退伍以後呢，我本來做上公司上班，家做聯合報講我公開就考記者，我喺想，因為我當下看新聞靠報紙咩？我挨到一考，家下老師講，家你聯合報10分難，家聯合報喺台灣大學畢業生啊，10太志願之一，一考試我學到，佢則個松山嘅高中30人集90人全部考場，1600人上一考，很難想象，可能到600-560人啊，你啲，係咪喲？我看我筆試過誒，筆試過我一考試家己談到有7-8個考試語言。我想我聽我冇太好畢業，因為幾百考多年嗬，台政大卡得一半，
全國學校都記殺嘅，出來我應該全部都死刑，我想冇可能會用嘅，所以我跳4萬人我就走嘅，我因為冇留意我。但有人我學到，剛我準備馬上高等考試，我都給附近人辦讀書。有人咧，我聯合報有人講，去給附近人講廣播，講何來明先生嗬，聯合報有人簽，我講出到乜鬼？這個何來明唔靠到我聯合報誒，他搞到嚟書信新意咧，你又冇來咯。我講我唔知啊，我講咁有啲我都要讀書咯。我講我打電話打到以前啲上公司嘅人，上公司嘅寫下就講何先生也係當然都嘅副業嘅讀書一準備國考，結果唔靠到我聯合報日日來參加新人訓練，新人嘅訓練。就我因為聯合報都嘅副業嘅後輩咪，錯。我去講我董事長王天武嘅宣發，結果佢是按我就做聯合報記者，就開始。天意一上班卡，哎呦，受寵若驚，一下一種興奮幫人簽了。一個你要靠呢類記者，咁乜嘢冇錢好用嗬，成兩億基本嘅薪水本，咁實習記者嗬，一年要7000元，我都上公司做一單一年要4000元啦。哎呦，我用按好了，喊咗4句一下就簽7000元。我當初呢買清河片檔本身，下晝我睇了從嘢做新聞。然後同老記者做新聞，按不了轉來，然後啦，你去下寫新聞，啊，看他家啲寫新聞咧，我唔知要用一下，因為我冇讀過新聞，也唔是寫過新聞，他家都寫正比級數，我唔知要用一下，喺幫我都冇人講，哎呦，我寫標題嘛，結果唔是啊，標題編輯會寫，唔是啊，我天熱我唔曉寫呢，天熱家嗬，驚我壯觀啊，結果我評論一下，結果。那當然都何來明啊！講等一下，我問一下，你看到黑不黑？這個何大哥一開口，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講一整天。我只問一個關鍵問題，其實你聽何大哥有分享，你就知道那個時候都得去聯合報上班，是多麼好像風光跟難的事情。好像大學聯考一進去，人家就先給你有沒有錢需要用。對。你看真也可以，而且還廣播，我覺得我聽起來好像很天方夜譚。不過問一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為什麼你被錄取的關鍵？你給管天係嘛？該是靠上課嗬，對，靠結婚。何大哥，你要簡單講哦，你做簡單啲，一可能沒有總成績本考。今年講啊，唐國係結婚，我有60分。以前有班上一考嗬，可能結婚文作體查都覺得咧。嗰一靠英文，嗰一靠創新。我創是靠當國父，可能因為我創是10分好，這裡講我印度我英文沒冇考好啊，我可能按比考按唔到。太博學多聞了。其實太敢有講過嘛，你聽何大哥這樣講，就知道那個時候要能夠在那個地方上班，很風光哎，很風光。好像後來大家都覺得我還會台積電，有個感覺，按董你考試進去，那個記者證拿出來，感覺上用處真的很多。所以你真的做得講，你喺杭州基隆是紙媒最風光的時候，挺風光。因為當時哈，因為當時哈，人講報金哈，當金冇開放咩，加報紙啊，漢字音咩，個報紙做唔得增加咩，所以加到兩台報，一啲中國時報，一啲聯合報，一啲兩條間呢做總上邊，一啲以前一啲網體戶。所以做得講，你基隆是你係拼第一，沒有拼第二，沒有第二，你第二就輸掉了。對，第二就輸掉，就是拼第一嘛。所以我當日做新聞啊，戰戰兢兢，同佢中國時報，所以我最尾你做沙飛新聞哈。疊對疊樣嘅，疊對疊啊！真的，天熱假使有新聞聊天到當痛苦咧，波衫馬上檢討咧，真係見咩突假馬上發獎金本啊！你哋啊，哎呀！我覺得你看到，因為基隆市要跑獨家，所以你看又有獎金，對，獎金也很高，而且那個壓力也很大。我說亞哈個新聞其實是交換，對不對？我可是說不得了，我新聞冇搞過的。那時候疊對疊，你不要來搶我的新聞，這是我跑到的獨家，對不對？我甚至為了叫做好當嘅新聞，我同佢當4年啊，哈，第19，帶到霹靂中國時報記者簽多年，差唔多當3個班我都不用轉咧，啊，邊條新聞啦？你們這個，你都要你這個新聞，你們這個是 FBI 在辦案吧？有案有可以告告，有警察還要查案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其實太卡會知道清有意思，會知道為什麼何大哥會你看有案有給勾場，其實那個時候你其實是。從國小4年級就開始聽廣播，聽一個是江平生，對，我認識他的
儿子江光大大哥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、清英整又清优秀给广播给主持人。真的，我看他后哇，自己做填调，自己做访问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情感多。不过你可以谈讲爸爸给广播台给，那对你的影响也很大。而且他敢发给广播，给粮食，对不对？所以乡亲没有想啊，你看到你改后台个，你4年甚至开始谈汉语改广播嘛，让乡去青台，还有乜改故事？你聊下，等下上真来讲。你今日照强度系当自信改媒体因吼后台沟来都两片，其实公司在那边吼，会讲一天一夜讲不完。你想想看，这过去有太多神奇的事情你都得分享。不过你以前听广播，江大哥的广播，那时候新人家就谈喺广平事情上，广平上幾冇演員，你哋講佢喺台灣一廣府一下，甲台灣因為日本時代影響，冇人會用客家話廣播，佢台灣聽就客家廣播。家己用咧，聽就客家廣播員，嗰時喺嗰叫做民國44年，家都冇啲創業冇啲廣播電台，家都嘛創冇啲咁嘅電台，因為冇啲啦，同大陸侵權，大陸嘅廣播動力開，佢10天台唔係個傳播呢，介台啊。但是以上都冇啲，家冇做節目排聲咩嚇？家原樣啦，佢都講，我講過啊，即係佢寫書講用客家話，佢都可以講啲節目，廣平省講古，日本人整完整嚇，整完整佢都講，佢都做半點鐘嘅新聞，冇啲字音。都台灣外邊啊，談下廣平省講古千條，但反正甜啲要談講古，所以我從細啊，我做新聞記者，我喜歡歷史，我寫台灣客家政治風雲流，我都清好歷史。我記得我談嘅天就講喜歡演義，你寫埋劉邦項羽哈，同樣問我哋話范增同張良，咁我知道個方言行哦，因為唔談嘅范增嘅方案，因為范增嘅冇啲嘢唔屬張良，我先生講到董崇拜呀，也廣平省，那40萬年以後啊，我當同冇啲啦，台北訪問廣平省，那假如轉來，他不來轉，我都詳細談歷史，我講。因為廣平時同阿爸平日講平時幫同阿爸同年啊，你是我的童年的偶像啊，那點樣可能很動聽啊？我訪問你2擺，加露台我都江翻成，你有一個上海吧，上海民族嘅電視台。都假到台實嘅。古時候我談的其實真名清有發面的，因為你會聽到共古，古時候給梁子，你想想看，因為那時候我們天視啊，對某天視都在聽廣播，而且他打發會講到清後，因為你那個共唔錯，他感覺就會誤解那個意思，就像我們現在聽說書一樣，對，那時候很有畫面，就好像在說一出戲，所以古時候就是這樣子的啟蒙，然後所以你才會這麼多才這麼博學多聞，而且也啟蒙了你想要去。考試做記者按用嘅東西，對不對？當好歷史，真嘅，對，很有意思，也才開始有了後面你轉做文史工作者。我係客家人哈，因為台灣的史觀，我以前人都我以前史觀，好多人好多史觀，對，但是冇客家史觀。真係客家人對台灣的政治對台灣當有貢獻。啊，從我冇講嘛啦，以為抗日就好了，以為抗日前幾年就係客家人啦，但是。歷史上冇寫，個台灣的民主政治嚟講，台灣的黨外政治，清晨係客家人，南部嘅小蓮會，北部重大事件嘅犧牲了，但是冇一凸顯啊！客家人唔係按部署，那個客家人唔係不簡單啊！其實我也唔可以吃到個客家人按部署，我就是覺得就整個民族性來說，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民族性。可是台灣會底有客家人嘅內在性格，某種程度其實非常堅硬。你別按用嘅感覺，佢講有用嘅想法，他就要去衝一波，有愛用嘅感覺。可是泰嘎共都呀，泰嘎會知道，其實何大哥真的是有親頭嘅故事都得下。我們先來講好了，其實。在當記者的時候，其實當然還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。剛共溝給時間，還有談何大哥講，有給梁子其實是重賞重罰，對不對？對，有時候你一個新聞講得好，他一次就發1萬美金，按用給獎金。我哋下部有發過200、1萬美金嘛，100個周一扣哈，也免罪哈。而家要訪問菲律賓的總統科拉羅，啊董事長發1萬美金，那個時候1萬美金得總，他都得買一間屋呢。係啊，我另外問你啊，要反共意識哈，蕭天論。投奔自由多韓國，我哋喺不同價，幾多記者發1萬美金，做台灣人做苗啲做新聞，所以都係個獎金萬多。
他把发2000、3000有啊，2000、3000，以前你来讲，8到年金的。哎，太卡会吃到，太卡有吃到无？鸡粮是做鸡咋？虽然讲压力清态，不过鸡粮是做鸡咋，敢会同了下就比了，真正鸡粮是较有钱哦。那过年都2、5当年的薪水呢。哇！薪水以外哈，靠这种饮料当年，年终奖饮料当年，那个薪水10万，过年都要20-50万。哎，太卡就讲鸡粮是可以讲，不过给那个时候的年代，迄讲你哋像台视哈，你的天师腿，你是人当年的奖金，哇头。对，也是那个我单月领单薪，双月领双薪，我年终奖金24个月，就会按个给干不够，对，所以江大哥你真的挺有钱哈。冇，你叫成法嗰啲個，但是你做聯合冇其實人賺嘢，唔係個做連做睇你現在都做唔得，因為波沙日本、荷葉日本、和服日本，你做唔得啊。所以還是有一定的原則要守住。我知道其實雞糧是做幾隻嘅，你睇個數字也好，同一下啲要求嘅標準就較冇強用。因為當時台灣只有3台，3台電視只有半點鐘嘅節目，假如忙有看電視，要忙有數比，要忙，所以你看新聞一定要看報紙，我評論嘛看報紙，所以當時係減氧時間，政府當然控制言論很嚴，但是政府冇做中央管營養，但係佢對地方，佢本地方其實清明不下，嚴重貪污，把個樣子貪污，把個不公不義就清明下，到後尾到獎金嘅。晚年噶吼，家己從當中我歸結台灣，伊同阿董事長，董事長王定黨，所以我頭家先交代我地方記者講，你要地方嘅演示咧，馬上把十分亂做嘅事情吼，做唔得寫唔辦，你同係報到個董事長，就會同獎金佢講。獎金個退你改歸金，佢係要安尼，要安尼不是。故說按唐毅的，其實啲地方做記者還係有一些空間啦。都太空間，加空間比較太。你別看何大哥說你清明故下，你的地方就會按用你，因為公司在雞糧是當然啊，政府還會控制一下你的媒體你報道嘅東西係嘛該嘛，對不對？不過還係有按用嘅空間在那邊。我說你睇聯合報按用。退休過後，你就轉做文史工作者，也在苗栗也服務了很多年。我在苗栗，我都沒人23年，都特別深年。真嘅，你談過嘅故事，看過嘅事情已經太多了。我覺得你應該要開一個何來美講古，像以前那個江大哥一樣，有沒有講古？唔過按用嘅東西，所以得透過廣播同大家講，比如說你要出了一本按用嘅書，對不對？這本書真的是你最滿意的作品？應該是。但是我寫本書之前我20年前我就寫過《苗栗有硫磺兩派》，我就寫過《硫磺原因》。我民國86年就寫，他們20人男是硫磺兩派也做個後輩。我因為我都全國做過副主任，做過主任，所以我對全國的政治也都了解。都清了解。我為了寫台灣客家政治風雲，用來全省田調兩派，視察田調兩派，華東咧、屏東咧，我都了解。所以我都講，有人客家視角來看客家。我覺得這個很難得，因為這真的很難得，因為泰國有共鬥嘛，比如說你會知道，泰國會知道客家人較保守，可是也不是說客家人保守我們就寫了一本書告訴大家說，其實我們很衝，也不是絕對按有個意思。其實我覺得。泰雅會，你看寫文學作品，對不對？我們會寫我們在報章雜誌可以看到社論，那是不一樣。可是很少有人會這樣子的，好像他結合了一個，比如政治人物那樣的一個當代的一個背景歷史在裡面，然後再結合一些鄉野奇談，或者是有很多對很多鄉野，還有我們可能不知道的秘辛，對不對？好，都寫在這本書裡面。對，這個其實可能泰雅的看電視你是看過嘅，要看報章雜誌不知道的。對，所以這為什麼你花了2年的時間填掉？才有辦法慢慢的去出爐，我覺得算是非常厲害按住先，我弄。我係真心按有給剛夠嘅，所以這是繼這一本之後，你就再出了這一本，對不對？好，那這一本你花了多久時間？呀，可能我寫半年哈，因為幾多我出家鄉人嘅哈，我從細都識佢，咁我係都係我同學哈，所以我想我出嚟我寫呀寫出乜意思啊？我喺用乜嘅國土呢？我喺同醫療史國土，嗰幾。台灣老師講，你本身喺家族一當醫學院，你特別遺傳咩？變得西當少咩？所以別人講家有啲師徒之徒都講，你做藥童嘅同醫生喺度學，喺本考試，其實係按你出身嘅你。但是按你醫生呢，仲在偏向行醫。但你講執照係乜嘢啊？日本統治台灣前後1年，台灣嘅末代總統安藤利他發動，
所以佢一直都福建看一對啊，70人也冇問題法，即係台灣第一年。嗰佢所以佢過身呢，也代表台灣的識土制土嘅嘅以前的制土這行業歷史。嗰佢驗屍，佢驗屍到99歲，啊，每年講佢驗屍蠻感傷，就講佢咧老就係要當慈祥，啊，講佢驗屍驗乜千多歲，佢驗過106歲。營養師噶，當慈祥，今日106做到係牙白，係牙白啊，這個伯父啊，106，就他前年他去驗屍106歲，很慈祥，所以來，一部那個天降日本人嘛個咧，李醫師的業障嘛，哈，送行者，那因為佢做現代送行者，因為當然以前冇一條驗屍咧，佢會條驗屍，因為要做廣大樣嘅，一可能全國人驗屍佢冇輸錢，其他啲人包嘢風暴都。當便宜，其實阿玲佢有愛有個信念在裡面。佢過身前一張嘢還驗屍。那你這本書你採訪他，你這樣陸陸續續也花了蠻長時間，對不對？那記得你在書中裡面寫，你幾乎是每天中午利用他結困嘅時間去傾，對不對？有時候你睇到幾篇嘅時候，有時候可能1點鐘，不過有時候10分鐘聽。他把佢衰退嚟，看嘢衰當我衰嚇，唔咁長，人家唔攀得啦嗬，很辛苦嘅你話。他把想我放門機，咁嘛有驗屍嘅嘛？有病人來，係咪有患者要來？咁冇時間，嗰時候也就會，不過也就會女醫師嘅提縫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常常拍紀錄片，那你這個其實跟拍紀錄片是一樣。其實我講，除了假意外地方，啊，當到底部係當到愛情故事。哦，跟上面上當愛情故事啊，大片其實都拍單元劇啊，係當精彩咧，當精彩。也是，哎呀，還有乜個精彩嘅故事？你等聊下，等下陣仲嚟講。你繞牆嚟，好來每自慶每天大哥來到兩邊，大家不一樣。係咩故事講唔聽？講到聯合報嘅故事，就啲講到非常嘅多；講到數地圖嘅故事，咪非常嘅多。唔過基本上講亞本書真嘅，我覺得是非常值得記錄的。在台灣，其實報道報道這一本書也好，報道謝醫師的這個新聞，其實輕讀專題啊，輕讀唔過。看書嘅時間裡面會看到某樣嘅東西，因為喺講你做喺短嘅專題，喺嘅時間你知道的是一個它呈現出來的樣子。不過裡面還會有愛情故事，係嗎？我當多。對，佢本人其實兩個半樣啊，佢本人啊哈，佢講啊哈，佢講佢，但是佢對兩個半樣當公平啊，有前咧有冤，還會有娘啊，他也做起兩個婦人也一道啊，但是佢對兩個婦人當公平。對，因為跟死推某 Q， 給臨時給死推，其實公司這方就是有兩位不用，還蠻平常的事情。一平常。對，唔過我喜歡摸一下啊，就你看你嘅經歷很豐富，哈，你看你做過記者，你採訪給你案頭，對不對？然後你看你經歷了在媒體輝煌的時候到現在啊，你又出了這樣的書，哈，這本書裡面還有很多秘辛，對不對？那你寫這本書對你個人來說，你知道對你嘅影響，還有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？因為我係公關員哈，嗰啲實力上，實力上嗰啲個係都係客家人嘅開發史都是當中有嘢歷史。你啲講有不天樣的演片，嗰電視劇也拍過演哈，演就係講做實力上嘅故事，同人家實力嘅故事，也恰出咪有做到實力上嘅。所以我認為也恰出咪講故事做實力上故事嘅延續。除了講解歷史，除了講解以前的部分以外，上邊就還有兩態加重，有啲起伏，有啲沉浮。啲起伏都要起子用嘅，有啲發現起子用加態嘅，搞看你戲台做象狀，啊，就很真正咧，嗰解有啲沉浮，青島愛情故事嚟講啊，沉浮啊，才智感人多啊，愛情故事多，所以我點不出來寫個也恰存冇見，行業一些年的故事。其實行業的故事都係台灣醫療史的故事，有啲縮影樣嘅。但你話寫青島實力上嘅開發史，實力上嘅啲愛情故事都有關嘅咧。哦，其中有集加 Q 啊，那吳演義，第3集唔樣佢當記者，
那真的當感通人啊！我可能人的時間冇法樣樣介紹，真的。你講觀眾朋友有興趣都買一本書來看。可以啊，本書你都可以看到我們謝醫師的，等於是他整個人生的一些歷程，可以看到以這個人的一個信念在裡面。如果我們單槍去按鈕，你可以以個人的故事聽聽，還看到那整個區域，對不對？主編的故事當中哦，喺度。對，佢真係客家人頭先講，所以生活上就是一個開發史，生活上嘅移民要就揾千多，所以也係推動嘅群山池上嗬。青島生活上嘅研究嘅，呢條嘅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，佢開場白咩生活上，彭雅強嗬，帶啲人講樣嘅開單去反難人，佢開場白嘅生活上。哇，真的，啊，金木玉同何大哥按有大椎骨，有這種感覺，我在你身上可以感覺到你那個很強、很旺盛的那種，哇，就是很正能量。就你對這件事情真的是親也情，親有興趣。我而生活上個度咧，黑龍係水頭。當時教人個水大，特別係黑龍係龜頭高，所以生活上要經過多災多難。生活上規則面面，佢覺得黑龍係龜頭高，嗰位面1935年嘅總鋪太體同，生活上死咗8個人啦。哦，千七差唔多，嗰個總鋪太體同千七差唔多係咪啲煙都係生活上？所以生活上要喺不佢移民一棟棟。所以按鈕嘅故事碟書底部都看得到，錯嘛哈，跟你冇遺憾。你看你這樣寫了2本按精彩嘅書，你下一本想要規劃什麼？我嗱，我都見下哦，像我經驗我都樣，我要黑白睇啲我做黑白嘅日本嘅泰國，我未睇過採訪做記者做幾下年咧。哦，我未越南採訪嘛嘅。我幫人年薪紡織董事長寫專輯，我未講越南嘅工廠採訪，我未泰國嘅時間日報，我喺曼谷咪喺3嘢採訪泰國嘅華僑，我未日本嗬，佢名字睇我發表論文，我未當家去泰療，所以我喺本書寫客家源流、信仰同文化，我寫呢客家源流樣啦，都講到這個客家源哦，同佢嘛老鄉連嘅。客家源流靠客家乜嘅嗬，這邊老鄉連客家源流啊，賴繼熙啊，OK，那你這本書今年會發表嗎？我今年我會出版，我現在請讓佢搶先放喺華夏書房嗬，大英啊，我哋今年會出版。你沒有一個題目，要書名聽起來題目非常大，很大，客家嘅源流。信仰、老文化，對源流呀嘅東西，你要點源流呀嘅東西，其實學派冇共用，爭論也挺多。對，或者你用幾多年嘅時間去研究，因為按鈕嘅東西係你陸續去採訪的嘛。你那種按鈕嘅故事，因為何大哥很不一樣，你下按鈕嘅東西其實有青島嘅歷史在裡面，對不對？它其實是非常困難的，因為一個簡單的小說而已，對，所以可是源流按個題目更大，你要花更多年的時間去做研究。可能係20-30年來經驗，對不對？20-30年整個累積到現在，才。將來講客家信仰嗬，客家人信仰嘛個程度，客家人喺台灣喺三民主程度，三民主同乜有關係呢？同清朝時代戒嚴文化有關係。拜恩主公，客家人拜恩主公程度咩？佢如果客家人拜三山雞王就唔咩，三山雞王咩，睇真係客家人拜。三山雞王嘅地方喺度叫我哋揭陽縣，似得叫做潮州人。唔講下看地方啊，有天沒有你喺講桃園，其實拜冇共用嘅，拜也係冇共用嘅。嗰人客家人嗬，當然移民都後山，花蓮台東。咁拜馬個神啊，沒有啲辦過去就拜五國爺，公幹嘅，可我講五國爺辦過去，喺新竹辦過去都拜馬個拜移民爺，新埔移民爺，而家你高雄市嗬，高雄市拜馬個啦，高雄市客家人拜移民爺，叫三民區移民爺，所以你同佢信仰文化，你都提講，一到嘢哪嚟？冇遺憾，你真聽，你看哦，你可以按鈕給像這樣子，有沒有真知歷史？你不結合嘅書，黑某就會從，這也是你看講到美麗梯體嘅書，呀，跟我又會這種，哇，信仰文化，有想過寫愛情小說嗎？我想啦，人生嗬，愛情最重要，有想過啊，我講嘛咯。歌德嗬，德國咧嗬，佢70歲係19歲還冇談戀愛嘛嗬。不過也不久以前過世咧，人講台灣文學嘅泰文學家鍾秀珍，我咩訪問過佢啊？佢拉嘢佢同事啊，以前講，佢喺本藝訪問佢送嚟本書，
歌德的激情书是，你70人这边写一个情爱小个书，看到面逢击杀跟住講笑啦老就講乜嘢都好寫啦。我這個我寫，因為我好歷史，我寫很多歷史東西，但是我咪當時我就想挑戰一下，我就寫小說啦。所以他當然看情愛，一直開玩笑啦，寫唔寫唔知啦，但是我就盡量啊。真嘅，哇！所以你看哦，我就想說哈，故意來問一下何大哥有沒有想要寫這種愛情小說？何大哥真的有愛用嘅想法哈。我們大家真嘅請期待，今年會有一本新嘅書誒，就是講嘅客家年齡新用腦文化。不過期待呢，未來可能會有這種不一樣的。文學小說、愛情小說，愛用嘅東西。啲時間真嘅各位請教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同何大哥大嘴鼓做啲分享嘅事情，貼到誒。怎麼辦？只剩下1分鐘，1分鐘可以講這本書的秘辛嗎？真嘅只有1分鐘做得哦。一本書都說我訪問的人可能800個嘅嗬。老實講，一本書我曾經都沒有啲沙記太好嗬，就講台灣客家政治歷史嗬，我講18頁啦，已經36頁啦。好多，沙記太好係講，已經18頁唔講係本幾分鐘，係只本幾分鐘聽聽。一般人做嘅可能講很多咯，基本係可能一本書本來嚟講啊，差唔多係講用講故事嚟講。外啲就好睇個講故講了本書，就可能要講，可能講7-8頁冇問題啦，7-8頁係冇問題。講清簡單啲講啦，客家人睇得到你發現狀啊，按黃國書，係咁樣唔係按黃國書，就按葉燕成、改名萬鄉，你講你的改名萬鄉故事都等於我講。哦，所以是有秘密的。有啊，有秘密啊。但是秘密就不是我講完啦。個人台灣哈，他就國來台灣講，來200萬人咩？10萬咯。台灣的體質糧食。咩農林糖造，我哋持慶做，要改良台灣的糧食生產，佢2年以內台灣的糧食生產增加3倍。這也是有秘辛係嘛？有，好，大家有聽到嘛？哈，你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一本書地都真嘅有聽到嘅秘辛，所以何大哥今日只是動感強，來到兩篇同大家的分享，按用嘅按同嘅故事，還有按用嘅新書，我們很期待今年的新書。不過下次我們可以邀請何大哥來，我們那個就只講這裡面的秘辛，按用周代嘛，周代哈，我們就什麼都不講，就講秘辛，就周代大家的鞏固按樣好嗎？好，所以客家人都真精彩，真嘅，所以是麼何大哥，是麼強二擺繞強二有咋個來哦？做得好，好，哇！用這邊聽你去做乜嘅？大家去做輪到了。